灣區華裔宗教同埋社區領袖今日率領數以百計嘅民眾前往天使島參與100週年嘅紀念活動。梁偉山報導。參加者今日共同紀念曾經喺天使島住過嘅人。有人表示，雖然自己嘅遭遇唔及曾經住喺天使島嘅人辛酸，但係新移民來美總會碰到唔少嘅困難，嚟到呢一度總會有一啲共鳴。有人表示希望了解移民嘅歷史，因為唔了解過去，容易再犯同樣嘅錯。我作為一個移民呢，我想睇下究竟我哋當日中國人移民嚟美國受到嘅情況係點樣啦。咁認識一下啦。講到最近熱門話題移民改革，一啲出席嘅華裔表示支持。謝婉婉表示希望申請嘅手續唔好咁繁複，等重視家庭團聚嘅華人可以容易啲申請屋企人過嚟。有時夫婦為咗搞父母嚟嘅時候成日嗌叫，其實得唔得㗎？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嘅。哎呀，唔好搞啦，返去好過啦。而蔡允星就表示，當年佢嘅父母來美，由於佢自己已經超齡，唔能夠同時起行，要佢再花時間喺原居地等候。佢形容等候時間係折磨，希望可以撤銷年齡限制。26台記者梁偉山報導。